还有黑色。蓝色，蓝色。还有红色，红色。来诗会，来主席。
下这大家平安。咱们上帝恩典吼，各因做咱来到上帝面前，天气真好，总是咱若看气象来讲，咱过拜二、拜三、拜四吼，过一个风台要来啦吼。求上帝来怜悯保守吼，照过去安怎甲风台甲煞位，一届嘛上帝吼，咱恳求伊来当安尼吼，减少咱的损失吼。做事拢看上帝意思，吼，咱拢会顺服吼。靠咱三个来祈祷，来做礼拜前祈祷。主必怜悯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吸引，互阮过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拍开阮的心门，领受你对圣经内底真理的话，帮助阮，互阮日日出发拢有新的节。阮从今仔这礼拜对讲台以及每一个服侍，拢交托伫你的手，伫你圣神的引带，互阮所服侍的，咱诚做慢慢的一日日感觉。拍开阮每一个兄姊妹的心，互阮真正通用敬虔来接纳你的话，来敬畏你，来敬拜你。从今仔礼拜听书以及礼拜所有的，拢交托伫你，给你赐福引带。祈祷感谢，各位所叫做圣名，阿门。太大声了。喂，小声。咱来，咱来看见咱今日礼拜要念的诗71首，圣诗71首。基督世界真光，是基督是世界真光，光到的所在就无黑暗吼。咱真有福气，当来。对光来行吼，所以咱人生的路程就会当真顺利。咱来这真适合啦吼，咱唱三摆啊吼，是咱这个月定诗吼。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上帝最难代代帮助，也最宠爱我。我看想必大英宏大，定点安稳所在。
第二节，欢迎不足因的你，成都徛起安息。上帝伸手当保佑，最愿愿当保护。上帝对咱代代帮赞。咱检查有第一代信徒，嘛是有几啊代信徒，咱的信仰是传承落来。但是，当信仰交互你的时阵，就要你家己甲上帝有好结连，才通继续去传承啦吼。所以咱爱记哩，将咱宝贝的信仰交予咱下一代，互伊个会当个继续传落去吼。咱个来唱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上帝最愿代代帮助，也最将来不忘。我愿上帝大英宏大，阮所在。好，咱最后过来177首。这是定心出来的日子，是逐工拢是定心出来的日子啦吼。咱目睭闭紧，先感谢上帝，你让我昨暝好困。今日个新的出发，继续你，就是你继续引带。我想咱每一个咱爱有这款，那我本身我是爱安尼啦吼，拢爱将今仔日的行程交予上帝。吼，来，咱来唱第一站咯。这首咱来到小迄个，咱就。同款哦，1节到3节，拢个唱，唱到这第4节，咱才唱最后一个音，吼，这最后一个音。第5节是圣餐的使用吼，所以咱就甲唱第4节就好啊，吼，咱就真的师会甲咱教，咱就照安尼唱就好，吼。咱来唱第1节来。主华的日子，是咱回想。用真的心，相信听他会带来安宁有苦痛快乐。第二节，主耶稣留下的功劳。第3节，第4节，我的主永远见听堂作为，这是定是我的日子，我心满意。好，安尼吼，咱第4节就要唱安尼吼。好，咱来最后，咱最近咱有看到大卖场，还是全年啦吼，家乐福、爱买，吼，拢生意足好个吼，拢有准备一箱，迄个创啥？葡萄啊，吼，你拜啥？拜好兄弟啊，好兄弟，好兄弟啊，好兄弟吼。啊，这是咱民间宗教，因一年内底，这个月上个最重的。因为咱爱拜伊，惊嘛，吼，惊嘛吼。啊，咱来拜咱耶稣，咱拜咱上帝会惊无？无共款，吼。咱尊重大家人，每一个人款的宗教信仰，但是咱
爱真清楚咱所拜的是啥物啦吼。8月16，就是开鬼门嘛。7月初一，农历7月，古历7月初一。电视咧看讲，有去开鬼门，鬼门你到底敢知？知无？其实哦，无人知，但是呢，人就做一个迄个哦，伫家人的老大公庙。电视我特别去遐看吼，然后个锁匙安尼开。咱想看卖啦吼，什么人有资格去开鬼门？什么人我都去接合这个鬼，就耶稣嘛吼。但是人想出来，互人感觉足奇怪，足不合乎逻辑的。所以咱真福气，咱心里家己来想啦吼。鬼门开了怎么出来呢？可关哦。7月29吼，就是啥？要关呢，关等于。上回的关啦，无啦。所以咱有福气，所以咱将这个遮尔宝贝福气，咱传到咱抑阁毋捌的人。咱有的基督徒抑阁会想，有鬼门呢，迄个吼。咱讲毋通去水边啦，吼，毋通暗时毋通上暗顿的啦，吼啥？其实吼，咱若是住的内底，伫咱心内，咱就毋免惊吓吼。好，平安的7月暝，这首咱真侪人拢会晓唱。这无可能省时内底，这是赞美之前内底，因1998年第一个用台语所写的诗歌啦，吼，25年啊，我想我摕出来较多应景，互咱搁来唱一下吼，咱来唱一首吼，平安的7月暝吼。就歌词内底吼，歌词内底咱会当来做一唱。30讲，要伫咱心内平安，咱伫世间的苦难，咱放心。主要说赢过这个世界，所以所修做平安是真正的平安。天天相信，为牛耕耕就客大树的风雨，倚着树身的引示，上帝手赐的平安。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海天雨，予我心平静，将平安藏于我的内心。我过心山坡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日夜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慈爱甲我相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这是世界人所求的，有平安对咱到一世人。这个福音14章70讲，主要说伊要从水到平安互咱，伊所赐予咱的平安，无亲像世界人所讲，对咱心内无逼迫，
无惊吓，无忧愁。我过心山好呀，我行在海，伊会甲我日夜用话来安慰我，有问题甲出来甲我相作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是，军队主耶稣就平安对咱到一世人，咱平安心来做今日礼拜。耶和华，求你按耳孔听我，因为我是困苦丧乡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为我是虔诚的人。我的上帝啊，你的落我靠你，求你拯救伊。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通力求救你。咱的吟诗俄罗上帝圣诗第71首，基督世界真光。基督世界真光，以外无别个。伫黑暗中间，做兄弟来共事。咱若看见伊，亲像看见天父，阳光至悬上帝。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71首。基督世界真光，以我无别个。伫黑暗中间，做兄弟来共事。咱若看见伊，亲像看见天父。阳光之光上帝。
祈祷世界和平，以我无巴黎，无人好使伊，煞来看见巴黎，啥人给怜咱，甲白正做一体。永更之冠上帝，祈祷世界活命，以我无巴黎，平安有错袂，小定是的世界，你有救赎咱。甲白掌管一切，永更之冠上帝，永更归属的上帝，以我无巴黎，永更归上帝，圣心圣行圣白。兄弟，永远甲咱伫地，永更之冠上帝。请坐。下面咱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做阵来祈祷。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下面咱做阵来启用，伫咱启用文第33篇，咱圣诗后面启用文第33篇。启用文第33篇，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画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多谢你。我若落阴间，伊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掠杂。暝是亲像日是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下面咱过来吟诗，圣诗第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愿望，互阮闪避大影风台，恩典安稳所在。咱吸着吟全首，圣诗222首。
上帝做阮代代帮助，也做将咱望。望阮正准备大英风台，迎点航运所在。全灵多做因命的名，成都徛起安心。上帝成就高野通苦，做我稳当保护。这山也袂生出疫情，世界也袂形成。你对永远就是上帝，孤灯不变无退。对你来看，虽然千年，亲像过了一暝。暗是一记实在真的，10000年过就过。光荣的过亲像大水，一阵火已流去。上帝做阮代代帮助，故做将来望。有着艰苦求你照顾，做阮听我问候。阿门。请坐。下面，咱做阵来压头祈祷。慈悲怜悯的上帝，恳求你赦免阮一切罪，求你保守阮，互阮会当诚侪成个得到平安。最近气候变化有真侪灾害发生。这拢是因为阮人类破坏环境，气候已经甲以前无共款啊。今年中国大陆、日本、韩国，阁有咱台湾，因为风台行的路线无共款，风台来时2-3天落规年路的雨，造成真侪所在拢有大水。伫美国夏威夷嘛，因为气候的原因有大火，有真侪人因为安尼来死亡、厝体还是财产，拢有真大的损失。也求主你施恩、保守、疼惜这受灾艰苦的人，帮助因会渐渐恢复到以前平安的生活。相时也警醒阮众人，爱疼惜阮的环境。对环境的改变，咱要警觉，安尼先才会当减少这天然的灾害。对面中国政府领导者对台湾的态度是要统一，阮老百姓嘛渐渐有了解，咱台湾是无愿意过甲对换百姓共款受控制、无自由的生活。伫今年大年底。台湾也要进行后一任总统的选举。最近，阮嘛有看见每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表现，也求主你竞选一位有眼光的领导者，会当带领台湾来面对外围的威胁，带台湾行出民主自由荣耀的路。求主你怜悯帮助台湾，亲像你以前帮助以色列人共款，安慰保守台湾人。阮教会伫目沙徛起久久，阮知
耶稣互阮正人的使命是要伫传福音伫目沙即个所在，互搁较侪人来明白你，拯救搁较侪人。我嘛愿意伫福音的时间搁较拍拼。阮教会各团契主日学伫暑假有真侪活动，愿望拢通得到主你的扶持帮赞。这3天少年团契伫台中生活园啊，求主你甲因同在，互因伫这3天会当搁较亲近主，搁较明白主，也求圣神甲教会正同工做阵，带领牧师甲同工伫教会事工，拢通得到主你的引带，所行拢荣光主你的圣名。阮中间有身体不安的，求主你的圣神也甲因同在，贴贴安慰因软正的身躯。阮知这拢是上帝的旨意，是要操练阮的信心。阮也将今日的敬拜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开阮的心门，听见主的道理。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上赐阮平安。阿门。下面，咱来看一下的圣经，记载伫创世纪32章22节到32节，伫咱汉语本的第35面。创世纪32章22节，伊暝时起来，带伊2个某、2个女婢，甲在日的囝，通过雅卜的渡头，大先互因各开，见所有的也互因过，只有剩雅各家己伫遐。有一人来甲伊相宴，到伫天曝光，迄人看袂赢伊，就显雅各的大腿裤。相宴的时，雅各的大腿裤扯着，迄人讲：天要光啦，着放我去。雅各讲：你若无甲我祝福，毋放你去。迄人讲：你的名做啥物？伊讲：我的名做雅各。迄人讲：你的名无阁叫雅各，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输赢，拢得着较赢。雅各问伊讲：请将你的名甲我讲。迄人应讲：未使问我的名，就伫遐甲伊祝福。雅各名迄所在叫便利利，因为讲：我长头对面见着上帝，我的性命要得到保全。日拄仔出，雅各经过便利利，伊的大腿已经歹，所以遮的以色列人无食大腿头的筋，到伫今仔日，因为迄人卸雅各腿裤的大筋。以上，下面咱们请圣歌队来献诗，因的献的诗是俄罗时刻，快乐时刻。
下面要请牧师兰正道，伊的题目是上尾爱面对。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阮献上感谢。伫过去的日子，每一天你都引带阮的脚步。伫每一天，阮有侪的代志，阮来去面对。阮感谢上帝，你赏赐阮有够野的气力，够野的稳定，互阮会当搬过一切挑战。这时刻，恳求信心甲阮同在，帮助阮来明白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的美牛。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伫咱的一生的内面，我毋知咱来面对有偌济状况、偌济代志，但是至少咱每一天，咱都爱面对真多代志。当一天经过了后，我毋知咱正兄弟姊妹，你敢会伫你要困进前，也是你要休困的进前？你会去想看觅讲，我今仔日到底面对了偌济代志？其实咱拢有需要去面对的代志，咱拢有需要去面对的状况。咱伫早起的时阵，咱敢会有一种心态讲啊，我无爱面对。今仔日可能要发生的代志，可能安排的顺序，可能你工作内面所安排遮一切工作。你会想讲啊，我会当免面对，我就免面对啊。也是讲，莫叫我出面就好啊啦。哦，叫迄个某咪人伊去处理，交别人去做就好啊。通常吼，若面对即种状况的时阵，对咱个人来讲，可能拢是一种较困难、较无法度处理的，也是真复杂的。那呢？当这个状况，咱爱去面对的时，咱应该爱用什么款的态度去迎接这种的状况呢？咱看到今仔的经文，当雅各离开伊的厝20多年，今仔日伊要返去厝啊。当初伊离开厝的迄个情景，伊回想起来，敢若伫伊目睭前同款。就是雅各先用红豆仔汤骗取了伊大兄以扫，爱以扫放弃这个大囝的名分，然后伫伊老母的协助下面，佮骗了老爸对大囝的这个祝福，直到以扫伊的心内有受气，受气到想要将雅各杀死，因为有。以扫有这款的念头，直到伊的老母甲伊的老爸叫雅各紧紧离开，去到伊的阿舅拉班的厝。雅各去到拉班的所在，拉班一个真无合理的真侪要求，互雅各真久以来受到欺压、受到欺负的这种情绪，一直压掉的。所以上尾甲伊阿舅讲互清、讲互明，然后这个时刻，伊要离开这个架卡的所在。当伊要离开，雅各甲拉班中间的迄个咱讲的迄个冤仇啦，等等遮，拢无搁再有啊。但是雅各这时刻伊要离开，伊所爱面对的是，伊当初离开因兜甲以扫中间的迄个问题。既然要转去啊，这个问题会产生什么款的状况呢？我咧想，雅各已经开始咧算啊，开始咧计划啊。无论如何，雅各伊一定爱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当雅各带着伊的全家大大小小，带着伊所有的财产，伊要转去伊的老爸以撒迄个所在。这段行程，这段旅程，是上帝应允的内容中间的一个，就是上帝要甲雅各同在，无论雅各去到倒位，上帝拢会保护雅各，而且要带雅各
转去到伊原本离开迄个别是巴的土地顶面，转去到伊的家乡的所在。当初以扫迄个大囝的名分、大囝的祝福，互雅各摕走了后，其实咱来看雅各，咱来看以扫伊的心是安怎想的？当以扫知影讲伊大囝的名分、大囝的祝福拢无去的时阵，我想伊的心内一定是真痛，所以伊对心内对雅各产生一个受气至到要甲刣死的这个想法。因为这件代志，雅各离开，所以雅各这时爱面对着伊的兄哥以扫这种心内。伊毋知讲20年过去啊，以扫的心内敢还阁有咧怨恨伊吗？雅各毋知影，因为伫过去这20年因无互相联络，所以雅各敢若会当来要，伊要讲以扫会安怎做，所以伊心内咧想，要用什么款的剧本？要用什么款的计划来面对伊的兄哥以扫？所以伊就先讲设定讲以扫的心内，也阁是对这件代志是一个真受气的状况。所以当以扫也阁做受气的这个状况的时，雅各伊就想出一寡对策、一寡计划。当雅各准备妥当啊！伊开始往伊的家乡的方向去行。伫行的这个过程中间，有上帝的使者出现。雅各一看到因，就讲这是上帝的军队。这个时刻，上帝的军队出现，遮尔啊拄好，就是当雅各伊还搁咧烦恼伊的兄哥以扫对伊的态度甲伊的想法的时阵。上帝军队出现伫雅各的身躯边，代表着上帝的使者来保护、看顾着雅各。所以雅各应该知影，伫这个时刻，伊伫上帝军队的内面，伊伫上帝军队的内面受到保护。所以雅各将这个所在甲上帝相拄、军队相拄的所在，叫做马哈念。意思是讲，有2个兵营的军队，这个嘛是上帝答应伊的代志，要甲伊保护。所以雅各伊搁一届真确定上帝甲伊的同在，但是伊要面对伊的兄哥以扫，伊犹原爱做准备啊。所以雅各派使者去到以东的所在，要去见以扫。而且爱伊遐的使者甲以扫安尼讲，因为称呼伊做主，这是雅各采取一个真低的姿态，称呼以扫做我主，来表明对以扫的一个尊敬，而且说明讲家己伫阿舅拉班的厝住了一段真长的时间。来说明家己即马有真侪牛、羊、精生，食等等食的财产，嘛是咧甲以扫一个暗示讲，我袂成做你的负担。使者照着雅各的话，以扫来讲，是要照着安尼来得到以扫的认同。但是使者转来了后，因雅各报告讲，阮已经拄到以扫啊，而且以扫即马当带400个人要来看你。听到这句话，雅各伊心内所烦恼的代志，就是惊以扫来向伊报仇，来甲伊刣。听到以扫带着400个人来到要来找伊，雅各伊心内认为讲，害啊，惨啊！心内原本所想的计划对策，伊即时爱付诸一个行动。
雅各伊看到头前上帝军队有2个兵营，伊就将伊厝内底的人罗卜精心分做2队。但是雅各的想法，毋是伊拄着上帝的2个营的军队，爱上帝的军队用这2个营来保护因2队。应该是当以色列要来的时，雅各所烦恼的是，若受到攻击的时阵，有另外一队会当趁机会逃走。虽然雅各做了这个安排，但是伊的心内犹原真不安，所以伊就向上帝来祈祷，因为上帝进前讲，我会保护你，会当真安全的返去到你的家乡。我会保护你真安全返去的这个话，所以伊向上帝来呼求，来保护伊。伫向上帝祈祷了后，雅各的心内犹原有不安。除了进前分做2队的想法甲行动以外，雅各阁有一个新的想法，伊希望会当用礼物来化解以色对伊的怨愤。所以雅各对伊的财产的内面，拣出迄个价值上有价值，而且真悬的这个羊、山羊、绵羊、牛、骆驼、驴食等等的，然后分做一队一队，有遮个罗卜来管理。然后伊将每一队拢有一个隔离、一个距离伫的。然后伊吩咐遮个罗卜讲：，恁若拄着以扫的时阵呢，恁来对以扫讲这是我主人要互你的礼物，你的罗卜雅各伫后面。雅各行伫上后面，伊就是要预防当以扫若无要买单的时阵，不买账的时候呢，伊还阁有一个时间通好逃走。伫这个时刻，雅各伊爱面对伊的哥哥以扫啊。雅各想好要安怎来面对，雅各计划好伊要安怎来见伊的哥哥以扫。各位兄弟姊妹，当咱若事前知影讲咱所爱面对的代志的迄个时阵，恁会有甚物款的反应呢？若用学生来讲，明仔载就要考试啊，我爱来准备。当咱伫工作内面，咱明仔载爱完成一个计划，咱今仔日可能爱家己做一个结论。当咱伫咱厝内底迄个洗衫机边仔衫真多的时阵，咱就爱准备爱洗衫。总是咱会有甚物款的反应呢？咱敢会开始讲，咱定一个计划，冥想咱开始讲，咱定一个计划，想象讲有各种的状况来出现，然后对这个状况呢，找出对家己上有利的方法。然后你会当决定讲，上尾结果是我要伫的，这是一种方法。也是咱会讲，咱就随机应变啦，照着我过去的经验，迄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无问题啦。看状况发展到安怎，咱再过来讲，看事办事啦。咱每一个人拢无共款。因为咱成长的过程的这个中间，咱嘛无共款。咱咧面对所有的事物状况的处理的方式也无共款。不过无论如何，咱总是爱解决咱所爱面对的这个一切情境甲事，敢毋是咧？所以我知影，咱每一个人咧拄着代志的时阵，咱的心内拢有一个底。咱心内拢会去算，只是有人会真明确知影讲我要安怎来应对。有个人讲袂清，表达袂出讲伊要用什么款的方式。嘛有人可能囥的我无爱处理，时间过去，代志就过去啊。敢是安尼？
总是咱用信仰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咱应该爱做好真好的准备，想好要安怎来对应的遮个方式甲计划。不过，这总是咱家己咧想的。若是还阁有时间，咱应该将咱所想的、咱所定的遮一切，拢放伫祈祷的中间。咱求上帝掌权伫咱所过去所想的遮个代志，互上帝带咱头前的路，然后咱随时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调整咱所规划遮一切计划。若是时间真迫，无啥物时间，互你阁有遐尼侪时间来等待，伫真短的时间内底，咱来做出一个计划，然后真短的时间，咱就爱去面对。即个时刻，咱就伫祈祷中间，咱所想的，拢恳求上帝来带咱，互咱袂偏离上帝的教导甲心意。事先的计划甲交托，拢交托互上帝。这是需要不断来练习的。为什么牧师讲爱不断来练习呢？因为伫咱每一天，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工作，咱拢会拄着真侪无共款的状况。这个状况，咱拢爱去面对。当雅各做出计划，伊嘛行动啊。虽然雅各伫上帝保护的内面，但是上帝但是雅各犹原感觉到迄个不安。我咧想，应该是雅各无真正将迄个要甲以扫见面的这个代志交伫上帝手中。所以当迄暗，行到有一个暗时的时阵，雅各带着伊的囝、伊的某甲女仆行伫队伍的上后壁。所以到雅博河的河边的时阵，雅各互遮个伊的某、伊的囝，甲一切人拢过去河的对岸。伊家己留伫后壁，伊无过河。雅各为什么留伫迄个所在？圣经无说明，总是我以为有可能是要面对以扫即个有真大的压力。伊实在无法度想象未来会是甚物款的情形的下面，伊爱因拢总先过河，嘛有可能伊打算伊伫队伍的上后壁，要看情形安怎，再来做一个处理。雅各一个人徛伫河边，伊当咧思考接续落来要安怎行动甲计划时，有一个人忽然出现伫伊的身躯边。这个人一起来，就甲雅各相应。这个相应是为开始一直到天要光是一个真长的时间，所以两个人可能迄个气力拢要用了啊。所以迄个人看伊拍袂赢雅各，因为雅各是用尽伊的全力来甲即个人相应，所以迄个人就伫雅各的大腿边，甲念一个，甲拍一个，就是伫伊的大腿骨甲伊的尻川迄个所在。所以雅各的大腿就摆骹。对雅各伊来看，迄个人不过是摸伊一个大腿，就互伊脱臼啊。但是迄个人毋是一般的人，特别的是，迄个人照理来讲，伊会当拍赢。雅各已经摆骹，伊就会当离开啊。但是迄个人请求雅各，互伊离开。雅各知影即个人无简单，伊就甲伊讲：你若无甲我祝福，我就无要放你走。迄个人问雅各讲：你叫什么名？雅各回答了后，迄个人就甲雅各讲：对即马开始，你无阁叫雅各，你甲上帝甲人的迄个相应比气力，你拢赢。伫70书译本的内面，安尼讲，你甲上帝做伙，伫
重新得到气力。你甲人做伙，你会得到能力。咱嘛当安尼来看，面对上帝，你赢，你占上风；面对人，你会有能力。这个是这个人家己讲的号名了后，伊的意义。所以雅各就问迄个人：你叫什么名？伊无回答伊，敢若问讲：你问我的名要创啥？了后就跟雅各祝福。所以雅各就将这个所在号名叫便以利，意思是上帝的面。因为雅各面对面见到上帝，犹原一个活着。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因为伫旧约的内面，甲上帝面对面是一个真严重的代志，甚至有时会失去伊的性命。所以雅各的话是咧反映出这种的观念。这个时刻，伊拄到上帝，佮见到上帝的面，伊犹久会当活着。雅各为着这个甲上帝相应的所在，甲伊号名，表示伊甲上帝相应的这个经历对伊真重要。因为雅各原本伊想甲足多。伊有计划真详细，伊要去得闪甲以扫的即个面对面。伫伊无所在通得闪的下面，伊阁想要用送礼物的方式来创造对家己一个有利的情景，会当伫以扫的面前去得闪到迄个死亡的威胁，就是讲有一种起死回生的可能性。我想上帝拢知影雅各咧想什么。上帝对雅各的，伊所应允伊的这个保护是袂改变的。伫上帝计划里内面，这个小赌有一点仔亲像迄个真意外去拄着，特别是甲上帝面对面的这个经验。因为甲上帝面对面的这个经验，让雅各改变了伊的态度。伊对原本要得闪、原本要闪避，直到后来，伊直接来面对伊所烦恼、担心的代志。各位兄弟姊妹，咱每一天拢咧处理各种的状况，咱处理的有真简单的、真容易的，有真难度、真悬的，有无法度处理的。有一个人会当处理，有的是无法度，根本无法度去解决的。还佫有咱无想要去面对的，唔知影要安怎去面对的。但是无论安怎，咱拢爱去面对遮所有的一切。所以，当咱咧面对迄要来到的代志的时阵，其实若安尼来看，有真侪的状况会出现。伫你过去的经验内面，倒一种状况是你常常去拄到的呢？也是你会伫无共款的代志顶面，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对应的？雅各拄啊伫哈马念看见上帝的军兵咧甲保护，但是伊伫即个时刻，用伊的目睭所无法度看到天煞，所以伊就用家己所计划、家己所想的，用安尼要家己来保护伊。雅各真错误的即个犯的即个错误，实际上也是咱定定安尼。因为侪时，咱拢伫理性知影上帝的保护会看顾咱，但是现实甲环境若无改变的时阵，你会安怎做？咱人通常拢会开始靠家己迄个有限的力量，将上帝放伫边仔，敢若无上帝共款。伫阿伯河咧相应，上帝毋是无法度赢过雅各，是上帝无愿意雅各也未认清家己的进程，也无真正明白家己的进程，就赢过雅各。
迄个时阵的雅各应该是真勇、真有气力，总是伊用即个有气力的即个肉体，甲上帝相应到天光，看起来敢若伊赢，总是伫迄暗，上帝互伊摆骹，互伊认识到家己的软弱，就是要教伊知影迄个得到气力的即个秘诀，就是将家己变空。无搁挖靠家己，是完全降服伫上帝的面前。雅各甲上帝相应真正的人生，看起来是甲人咧相应。伊甲侪人相应，伊看起来是赢，得到大囝的名分、大囝的祝福，得到真多的财产，得到2个某，总是。伫这整个的过程中间，拢无法度互伊有真正的平安，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互伊拄着上帝，互伊会当甲上帝面对面。虽然雅各毋是唯一甲上帝相应过，有可能咱讲啊，伊的肉体、肉身是干那伊尔，但是伫灵的内面，咱每一个人。拢甲上帝相应过，无的确，你即马当咧甲上帝相应，无的确，你即马当咧为你所爱面对的代志，你甲上帝咧相应。咱用咱家己的自由的意志，咧甲能力、经验，咱用咱家己的迄个思维逻辑，咱当咧甲上帝相应。咱无顺服。无我靠上帝，咱祈祷敢若一个形式尔，这拢是咱定定咧犯的错误。无论你即马是处伫什么款的处境的内面，无论你是毋是真正愿意去面对所要面对的代志，对环境、对人、对你的内心、对你的灵的内面。上尾，咱拢爱甲上帝面对面。即款的面对面，就是你真实甲上帝相拄的经验。上帝将雅各的大腿摸一下，伊就摆骹，互雅各后摆拢爱赶咧咧行路。但是对雅各要求迄个人甲伊祝福来看，雅各伊知影。伊是咧甲上帝相应，雅各知影，伊输啊！雅各知影，伊无遐尼厚，无遐尼勇。咱求上帝怜悯咱，无互咱伫人生顶面正做摆骹，因为上帝耐心咧等待咱伫灵命的顶面来成熟。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甲伊相应的时阵，咱会当完全降服伫伊的头前。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阮知，阮有时会倚靠家己，阮知，阮会照着家己所想的去做。总是阮无将这一切拢放伫上帝你的手中，阮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带领阮，伫你的恩典怜悯内面，互阮伫阮的灵的内面，阮的灵性的顶面，无摆骹，会当勇行有主的同行。愿咱的大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来吟诗圣诗177首，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咱来吟第10到第40号，咱起来吟。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
是咱回想前的日子，相信疼叹会带来医治，安然徛困痛苦过去。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是咱回想前的事。相信听叹会带来的，安然休困苦痛过去。靠主耶稣救赎的功劳，诚心关灵踏实降落，通过你我，互世界变好，信心望点新起路。靠主诚心坚固咱心志，勇敢踏出旧的过去，希望最挂忧伤拢撇离，最后最新路发现意义。愿我的主最情带人去，分享见证，听他作为。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主爱上帝关心万民。请坐，下面咱来奉献。
请坐。下面咱来报告，未报告，但是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做阵来读2解吼。请。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挂虑，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挂虑。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马太福音第6章34节。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挂虑。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挂虑，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马太福音6章34节。好，咱来看后礼拜事奉同工吼，咱领唱是徐丽丽老师啊，苏类是李尔博，苏琴是吴思婷吼姊妹，啊献是献歌队，苏献是彭兆亮执事甲林中豪技术吼。啊，交台是彭兆亮执事甲张信群兄弟，音控是施浩轩兄弟甲陈佑珍兄弟吼。咱后礼拜拜三甲查经祈祷遐，咱主力是科牧师，啊师的是张恩新兄弟吼，执事。啊，咱要读的圣经是撒母耳下卷第4章吼。啊，后礼拜第2礼拜，咱经文是共阮创世纪34章第10到17节，题目是迪拿事件。啊，经文34篇啊，加圣诗，咱做阵家己来看吼。啊，咱主力是咱李浩传道吼。好，咱看后面报告事项。同理甲消息吼，咱今仔日吼，咱为着要小朋友体验。因细汉年纪吼，为主来服侍吼。啊，中昼咱2个礼拜堂有办理因的游艺会吼。啊，邀请大家伫下当请咱的朋友来做阵参加吼。啊，请咱兄弟嘛为着处理学游艺会来关心态度甲奉献吼。第2项，少年团契伫26到28号伫台中生活营吼。那咱李团导甲辅导有甲少年团契做阵去吼。啊，求主看顾。因伫营队中间会出个平安，啊，同工啊，甲咱学员伫信仰面顶会当有成长吼。第3项，咱后礼拜主日中昼12点半要召开第5摆中集会吼，咱请咱中集来做阵参加。第4项，主日学报告吼，伊9月就是共阮是后礼拜9月9月3号吼，主日学要办理先集礼拜吼，啊，请咱大家来祝福即寡囡仔吼。会当先去升1年啊，为了升班吼，啊为到少年团契吼，啊下面的名单咱家己来看吼。好，咱第5就是少年团契甲妈妈团契吼。少年团契嘛有一寡毕业吼，3年毕业高三的吼，啊要到大学的吼，咱有几位吼，黄慧谦、林崇慧、张赫、许承恩、徐明仪，啊个方爱维吼。啊第6项就是咱。亲子室吼，咱已经有主力有来整理啊，啊有清洁啊吼，啊要9月初3要正式开放吼，啊嘛有新的同工来甲咱做一个广告书吼，啊咱幼儿班嘛要有咱会当参加咱的主力崇拜吼，啊请咱有感动的兄弟做阵来同工吼，啊个10月初1要举行圣礼典吼。啊，若要准备洗礼，啊，更新礼，咱干事来提报名表吼，啊，咱交互牧师吼。咱伫报告9月份即个生日的进程吼，有一项报告是顶礼拜咱是台湾展望会来，咱也有参加因的迄个秋神计划的兄弟吼，伊个名单公布因定伫感恩节礼拜迄天，伊会公布迄个名单，就是你知影，你去资助倒一个小朋友吼，所以这是补充的报告。这是咱来看9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有在场的无？咱在场9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有请起立好无？咱为你唱歌，伊会甲恁祝福。盛美老师、苏琴。哦，啊，甲迄个
黄桥吼，好，咱为唱生日快乐哦，咱唱2届。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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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咱同心来为因祈祷祝福。主上帝，阮感谢你，你的疼痛、恩典拢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甲9月份生日的兄弟同心来欢喜。愿主你赐福伫因的身躯顶，保守因、看顾因，互因出入有平安，互因每一天拢有喜乐，互因的性命受到上帝你的保护看顾，将因过去所领受的恳求上帝加倍加添伫因的身躯顶，嘛祝福伫因的工作、因的生活，拢有主满满恩典的同在。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生日快乐，请坐。下面咱来唱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咱吟诗煞，咱请牧师答咱做咱的祝祷。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假使我言行听你声，让我大力自受你改变，我必我就最能变，你最所喜悦的，这是我的心内最。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咱彼此请安。